恭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圣约使徒行传》24章第1节到27节。第1节咱做伙来读，请。日后，祭司毛阿拿尼亚甲天下的长老，甲遮的辩护师接触来，对总督告保罗，保罗受条接触。告伊讲，非利士大人，阮对你得到太平，搁对你的先见，即国的得到代志，但是所在，阮亲受以来感谢无算，但毋甘为你身躯，求你宽容，听阮几句话。因为有查出这人亲像瘟疫，伫天的生气妖乱，做那三日冻的头目，连圣殿伊也要拍打散，阮就愿意，不料前不久，路西亚前来，先是中患。对阮手中将伊夺去，吩咐告伊的人到伊遮来。你若伊心同意，就阮所告伊逐项的因端会较实在。犹太人同声告伊讲，代志实在是安尼。总督点头，甲保罗讲。伊就应讲，我知你做这万国的新冠师济年，所以欢喜分数家己的代志。你会知，我想要3年敬来到他，不过在于你，伊袂捌拄着我一定来甲人辩论，也是了乱正人。就是会堂也无，城内也无，搁现在所告我的事，因拢袂对你显出证据。独一项，我对你，就是因所叫做激动的路，我照安尼来服侍列祖的上帝，搁是拢总下你。问题已经记载于圣经的册题，搁对上帝有暗骂，就是无论义人甲不义的人，拢要拢倒我。这也是因家己所得听无的。我伫这个家己的心，就是对上帝对人。常常存无亏负的良心。大过几年，我倒来是要进这本国甲献礼物。在献的时，因拄着我伫地面已经生气，并无结为文，也无谈话，只有几个犹太人对阿西阿来的。因若有通接触我，就应该来伫你的面前告我，也是这个人，若看见我讲伊讲话的面前有啥物不义，因也着家己讲。即使有，也不过这一句尔，就是我家己恁中间叫讲。为着使人告我的事，我今仔日伫你的面前受审判，规律事阮上侪知，关涉这个所道的事，就变成因讲，前总你所阿落来的时，我就要审判你的代志，就安尼明明配作。各受保罗，也放还伊，伊个人若来供应伊
伊拢无力阻挡。过几万日，规日世界业恶，土地人是犹太人，三角来就叫保罗，爱听伊分析基督耶稣的道理。保罗议论公义、神迹，甲将来的审判。规日书本是听，并讲，担请摕去，有力的时才照你。伊也恩望保罗会文互伊，所以豆豆叫伊来，甲伊谈论。过2年，保求归属接规日书的任，规日书爱主犹太人欢喜。就留保罗遥远北地。那过一届，我邀请到杨博伟牧师。牧师今日要跟咱分享的信息是听道就行，伊毋是讲交由牧师。各位后埔教会众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阁受到邀请来到遮，甲大家分享信息。今仔日的经文阁一遍，毋是我家己意爱黑白选、凊彩选，因为顶遍来讲道有小会员提醒，嘛是建议爱讲建议建议我讲照即个曾牧师咧讲道的是用即个新眼光读经的进度好，安尼就照新眼光读经的，每日新眼光。今仔日就是伫《使徒行传》第24章规章大家来看这是法定的一个对待的一个记录就是有几个人几个人咱等下我以下就是甲大家来看就是即件代志，即个审断的过程中间是伫倒位，是真重要的代志是伫倒位发生，搁伫遮内面这几个人这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有啥物重要？伊的背景是安怎？安尼对伫这段经文，咱会当有啥物款的理解？望上帝来帮助咱。首先呢，伫倒位审判呢？伫耶路撒冷吗？毋是，伫倒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字是特别的。该撒这个字Caesar 后来一直到拉丁文，以及即马的德国话内面凯撒就是皇帝的意思，这就是要甲皇帝咧抱就是即个就是即个皇帝的城啦叫做该撒利亚。伫犹太省罗马犹太即个省份内面，该撒利亚是一个特殊的所在，因为该撒利亚是罗马人特别起造的一个罗马的城市，伊伫海边。伫以前旧约圣经内面咧讲的推罗西顿的附近是较倚海边的这个城市有足侪真特殊的所在，因为伊甲犹太人的城市是足无共，虽讲伊是犹太省的即个首都。首都的意思就是官长即个罗马的官长总督平常时会伫遮。意思就是这首都所以有各项的这罗马人的这娱乐的设施这骷髅经啦洗浴的所在啦搁伊上出名的就是岛内面这个有一个剧院 theater。这不只有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城是伫海边，伫海边意思伊这个剧院这个舞台的背景，伊这观众咧面上是面向海啦。面海伫记录内面呢，这罗马人呢起造这个剧院呢，面向海是有伊的原因呢总督会叫遮的奴隶，甲放去咧船面顶，2条船砰砰砰叫因烧台啦，做这种娱乐啦。所以咱伫福音书内面无啥事先看到该撒利亚这个名。耶稣甲伊的门徒平常时嘛袂去即个所在。咱安尼想既若是耶稣来甲今仔日的台湾，耶稣来甲今仔日的台湾，来传福音。结果你安尼看，无去首都，无去台北市呢？咱先来敢会感觉奇怪？
为什么吼？原因就是伫遮。我讲即个剧院吼，罗马人舞遮吼，一拍练堂舞到安尼吼，啊用遮尔残忍的乐乐，遮的代志，我是要甲大家分享。即个都市平常敬虔的犹太人袂去啦，因为这规个城市内面，足侪是犹太人看了，应该讲上帝伫圣经内面看了毋通的代志，无清气的物件，譬如讲遐个只雕像啊啥，遐像啊吼，咱即摆看到拢白色也是啥，即个大理石的这吼，迄以前是有擦啊。擦迄个人的即个衫啊，吼，也是讲人的迄个面相吼，皮肤的色啊，目睭啥擦起哩啊，啊，搁安怎？伫下骹花圈啊啥，花圈啊啥，都放咧都当场都咧摆啊。啊，这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我哩安尼吼，无清气的代志啊。对上帝是安尼无敬虔的代志，所以敬虔的犹太人平常时是袂去食的，吼，袂去到即个所在。那安尼，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一起头就讲有一个人甲几个长老来甲遮，啊，这就奇怪了，这个人一罪啊。这书头阿那尼亚来甲遮，平常时这书头伫倒位呢？耶路撒冷啊，专工来甲伫遮哦，而且佫带几个长老、几若个长老做伙来甲遮。因为呢，伫保罗即个审判内面，一定有人甲告嘛，啊，甲告的辩方甲控方啦吼，控告的即边是啥人呢？就是犹太公会啊。犹太人的公会，吼，这有专门的一个叫 Sanhedrin， 就是公会组织。伊即个公会，即个组织是特殊的，就是专犹太人内面大家。公认讲上有地位、上有学问的，这祭司头啦，也是讲即个拉比吼组成的即个公会，甲今仔日阁有即个组织咯，甲今仔日的以色列阁有哦，即个 Sanhedrin， 甲即马阁足有关系哦，吼，是犹太人的即个公会，就是伫耶稣受掠了后，再生掠去审判，就是伫公会内面甲审判，即个公会来告保罗。所以啊，阿那尼亚是代表即个甲控告的即边，但是呢，专工走去该撒利亚，这是足无平常的一项代志。因为咱爱知该撒利亚，我拄则讲伫海边，这离耶路撒冷不止啊远啊。那今仔日我用今仔该撒利亚，即马是一个国家公园哦，因为即马毋是都市啊，但是吼，这考古学家挖出来，拄则看迄个剧场啥，迄是国家公园。我用今仔日 Google Map 算出来吼，那行路都超过22点钟，差不多啊23点钟啦。那2025年、2026年21世纪的路的状况，才有公路上的状况，都爱行23点钟，好啦，就算24小时好啊。啊，人的脚力安尼吼，一工阴暗时无可能咧赶路啦，伫2000几当前啦，所以吼一工差不多行8点钟啦吼。较安尼算啦，中昼无啥休困，安尼我就算8点钟。规日安尼咧赶路嘛是24点钟，安尼8点钟安尼拄咧，至少嘛是3工外咧，爱行3工外的路啦。啊，伊是这时头寸板应该有人甲跟叫吼，数时安尼咧行吼，总是中爱休困啊啥，啊不止啊烧热安尼啦，所以咱就算4、5工的路途。伊专工为耶路撒冷带一群人。行4、5工的路，要去到一个平常时敬虔的犹太人无爱去的所在，安尼这件代志有严重无？最严重，一定是感觉讲这一定吼哦，足要紧的代志，我已经啊拼去该撒利亚来完成啊。所以伊毋是伊家己去呢，即马审判的人是罗马的总督，真正伫即个地区有权，吼有权。定人罪、定人死，伫司法的制度内面有权的是罗马的总督，总是阿那尼亚无法度安尼定伊罪，总是伊就爱甲控告，甲即个保罗控告，而且伊阁带拉队去呢，几个长老、规阵人来啊，安怎？要互总督压力啊？
你看，伫遮有权势的人，拢总要对敌一箍。所以啊，这是算好的。即句话的讯息啊，是真济啊。就是阿那尼亚是要对付即个保罗，是对付甲足严重的啊！伊甘愿行5日的路，甘愿去到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感觉无清气的所在，平常时袂去的所在。而且伊阁免家己去，伊阁专工请一个律师来甲讲，来替因讲啊。啊，讲实在，请这个律师一开始安尼你甲抱甲安尼阮对你得到太平，阁对你的先前，即个弊病得到改正，逐时逐所在，阮承受以来感谢无煞。我甲大家分享啦，这段伫其他的文书内面啦，原本拢是对着罗马皇帝咧用的啦，遮个词啦。叫 Pax Romana， 就是讲罗马的和平啊，感谢皇帝啊，因为你啊遮厉害，安怎。这本地伫别个法庭的文书内面，即遮的话拢是对着皇帝咧讲的。伊即马对着总督，就甲抱甲安尼上天啊啦，而且啦，这也不止太过啊，因为其实犹太人是不止讨厌非利士啊，真讨厌非利士。历史面顶有啊，因为非利士。你看后面咱也看后面咱看后面讲非利士18年堂安尼，结果啊，时常甲保罗定来谈论，但是伊心内以后是啥？以后保罗送银钱金银互伊啦，所以不止时常叫伊来啦，叫伊来啦，伫历史内面，非利士伫犹太省的即个统治的过程。有够乱的乱，都是因为伊足好互乌西这出名的而且伊落尾手呢下台的一个关键的事件嘛，发生伫该萨利亚。伫该萨利亚有一寡动乱，结果伊就叫兵仔来开始来整理，但是伊呢要整理呢，伊就甲上有钱的犹太人规家伙安尼，拢总呢抄家，拢总甲抢劫安尼。结果犹太人挡袂牢啊！犹太人过去皇帝遐，煞非利士落台，互叫去罗马，互皇帝叫去罗马问啊！非利士会当上台，是因为伊的兄弟甲皇帝 Claudius 足好的，做伙大汉。后来 Claudius 过身了后，伊 Claudius 即个皇帝的囝叫做 Nero， 即个就出名，尼禄啊，即个皇帝来。迄个时阵以前是 Nero 的时阵 ，Nero 哪会安尼乱甲安尼乱甲安尼啊，连 Nero 拢挡袂牢啊！犹太人去甲 Nero 面前甲告，甲非利士叫转去。所以我要讲的是啥？犹太人足讨厌非利士的啊，结果咱看即个律师这律师的嘴实在甲讲甲安尼，阮对你得到太平安尼讲遮遮尔袂见识的话啊！就是为着啥？为着要控告这保罗爱成功，所以不时安尼安尼足讨厌的人嘛爱甲抱啊！咱即马台湾的这个政治嘛是毋免讲，毋免10冬啊！即马人要变，拢3冬就会当变啦。3冬前搁咧骂讲，哎呀，哪会安尼罪犯随风放出来，就会当选举？结果呢，这3冬后呢，甲伊握手。甲伊同为党鞭这个爱好好提拔小弟佫会当蓝白合哇，这实在3冬尔就会当改变。以前可能10冬20冬安尼即马台湾的政治哇3冬就会当改变。总是对台湾政治即马咱安尼嘛对伫这，咱会当有一寡思考啊这嘛相像啊。若是足讨厌的两边。会当合作，安尼就是为着啥？为着因做伙要来完成一项代志，因做伙有共同的一个对敌啊！因要对抗，因要控告保罗，所以为着要控告保罗连这个罗马的总督伊嘛会当甲抱，伊嘛会当甲称呼做朋友啦。这嘛相像啦，甲台湾相像。为着要甲民进党击倒，所以呢，蓝白当合作。以前拢一直咧吵
但是呢，为着甲即个执政党克倒，有共同的对敌，就会当来合作。小常的道理啊。咱来看吼，即个律师控告保罗的3项代志，拢足厉害哦，拳拳到肉。就是罗马人上烦恼的几项代志，咱一个来看。第一，伊讲伊是危险人物嘛，伊讲这吼一直啦扰乱啦吼。因为啥？伊要甲第一个帽仔递起去，就是讲即个保罗即个人啊，咧煽动这群众吼来反乱啦。那反乱啦吼，若是成即个罪名，若是成立。保罗就互顶死一个。第二，伊讲即个人去做拿撒勒党的头目，做拿撒勒党的头目，这是虾米代志？为什么一定爱讲拿撒勒？因为拿撒勒伫加利利啊，加利利伫规个罗马的即个罗马统治下的犹太省是上出名、上侪反乱的所在。咱看《使徒行传》头前第5章的时，第5章的时。纷纷扰扰，搁去甲公会，搁是迄个公会，拄则讲的犹太人的公会，咧纷纷扰扰的是有一个足有名的即个律法教师，即个拉比叫做加马列，伊就出来讲一段话，伊讲的迄段话不止啊趣味呢，伊讲的是讲以前伫加利利有一个周游起来，搁有一个犹大起来，安怎反乱拢互镇压结束，若是出于上帝。若是出于上帝安尼因就会兴旺；若是毋是出于上帝，上帝就会甲因结束啦。讲即句话，因加马列出来讲话，所以大家就服啊。使徒行传第5章，大家当转去看伫头前即段，伊讲的这拢是历史上有的，都是伫加利利大规模的反乱对抗罗马政府，所以即个律师不止啊厉害。伊随甲即顶帽仔甲递去啊，讲即箍啦，即箍伊若是第一，伊危险，伊意爱要反乱，会翻盘，而且伊是为加利利来的哦。总督你要注意哦，第二顶帽仔就递去，第三啦，讲伊安怎无敬虔啦，这是为虾米？为虾米要甲圣殿？罗马人嘛无要甲，因为。伊是讲，安尼遮的祭司，因为安那尼亚就伫边啊嘛，祭司甲长老拢伫遮，因足讨厌的因为即个人对圣殿不敬，所以祭司伊是甲祭司头甲祭司拢对敌的总督你着爱好好啊判你着爱好好啊选遮的民众民意是爱伊输。爱死你家己注意啦这就是咧甲协判，咧甲总督讲这个民意是安尼，你家己注意目色就爱较紧咧我伫美国的时打去差不多个月我有一遍咧无闲去到迄个仓库摕物件起来了后呢，仓库的迄个 manager 就是。管仓库的迄个员工呢，迄个经理呢，接到人敲电话来问即个系统的问题，的确是爱找我的啦，总是我人无伫座位，所以伊就接嘛，伊接起来了，以前我还未去的时，有的时阵就是伊接，伊若会晓，伊就解答，总是伊若袂晓呢，伊本底无啥，伊就无对即个伺服器，伊就。系统上伊就无熟嘛，所以我才会去嘛，结果呢，迄天就是中昼时安尼我去仓库摕一个物件，其他经理佫问我代志，所以我转去座位较慢，伊通电话我佫会去对瑞典来的，对瑞典敲去美国，因为时差的关系啦，伊对瑞典敲去美国咧问系统的问题，伊接袂晓，我一转去入门，伊就开始甲我骂。你来是创啥？你去倒位佚佗啦？你去倒位佚佗啦？因为伊袂晓嘛，伊接迄通电话，伊感觉伊寸慢，伊感觉讲无民主嘛，就伤心嘛，无爽快啦，毋那安尼电话甲我骂完，伊一通电话随
加去白家族，互阮头家。随着讲啊，你为台湾找这个人来，是咧创啥？你对台湾找这个人来，是来佚佗吗？哈，有代志是找无人，所以你对台湾找这个 Robert 来，你是找伊来度假来佚佗了。这不止啊厉害。对着头家来讲，伊专工为台湾请一个工程师来，伊就是爱解决问题嘛。即马人甲告啊，告讲你对台湾请这个人来是伊上烦恼啥？对台湾专工安尼吼，跨越太平洋来吼，开遮济钱，结果来一个袂晓做代志吼。这个经理竟然就甲头家就甲我参一本啊，讲你对台湾找即苦来吼，是来佚佗呀，吼，不止啊厉害。后来呢，有其他的即个同事啊，看袂落啊，因为我讲当然心情无法度偌好嘛，当然啊鼻啊蒙蒙的，好，歹势，来，我会处理吼，你电话互我，伊都继续安尼聊，一直念，吼，骂啦，一直骂啦，吼，你总是代志爱处理啊，吼，我就当然厝个心情足歹。第二天有一个嘛是台湾去的一个同事，伊甲我叫伊边仔讲吼，这个人，伊看新来吼，伊就甲欺负啦，伊就甲欺负啊，就是有即款人啊。总是咱看保罗的回答，保罗有甲抱无，讲因为。讲实在要抱嘛无法度啊，因为这律师甲抱就是抱到最高级啊，就是用这个皇帝这个勘站咧甲抱啊。保罗无甲抱呢，保罗就讲啥？讲实在的代志啊。咱注意伊即句话，伊是讲实在的代志，实际情形，而且嘛是提醒哦。伊讲我知影你做即国的审判师济年，所以我欢喜分数家己，欢喜甲你讲我家己的代志，我欢喜对答啊。即句话我知影你做即国的审判师济年，即个意思是咧甲暗示讲，我知影你知影代志啦，我知影你伫遮，你知影遮的状况，你毋是毋知影状况的人哦，所以你着好好啊判哦。伊讲伊的总是你是知影代志的人，你爱注意，这是一个提醒哦。吼，但是伊无甲破，但是伊嘛无甲骂，伊嘛无当场对着即个律师甲骂哦，拢毋是。伊着对着即个法官、审判的人、审判者有权力的人，当场对伊讲即句话，这是毋是实际？对，已经来甲犹太即段时间，嘛做判官一段时间。所以应当爱知影代志，知影即个局势，所以伊就安尼讲。而且保罗阁讲，保罗提醒讲，伊甲遮的人、甲控告的人，其实拜共一个上帝，读共一本圣经啊，律法啥拢是共的，而且对国外愿望嘛，相像是共的啊。伊所告白毋若是信，伊毋是告白信仰尔，伊嘛是即个对答，伊就是嘛是咧甲即个审判官提醒，因所控告的其实无根据。信仰来讲，阮是信的，应当是相像是共款。若是我是反乱，安尼伊嘛是反乱，总是咱来看，刷落来，伊阁讲一句。这是我感觉生活伫即个世间上重要一个，就是伊讲伊是对上帝甲对人常常存无亏负的良心嘛。伊讲伊练习伫即逐项事上，伊对上帝甲对人即个无亏负的良心，伊讲伊是练习伊是对伫上帝对伫人拢无亏负。咱有的时阵感觉讲对上帝无亏负的良心哦，上帝甲我讲啥就安尼。20当前发生一件代志，即件代志了的，我先讲即件代志发生了的后一日，我拄好去动物园，我带外宾去动物园参观，结果看到迄狮拢无啥精神安尼，
结果我才知影，迄个时咧举办即个世界动物园的园长的即个会议啊，大家咧研讨啦，讲动物园要安怎较活泼啊，吼，即观众的参与较济吼，啊，甲即个动物的遮的即个生活环境较好啦。结果呢，行呢，印尼的动物园的即个园长就讲，哪会恁即个狮子的即坑内面有一个人伫遐咧甲养呢？哇！啊，目早的即动物园惊一条，真正有一个观众跳落，一直咧对伊讲，我奉上帝的名叫你坐落来，啥货，结果就叫迄个保育员来啊，迄个麻醉剂用2倍的量啊，2倍的量直接甲射落，所以迄狮仔第二天，我拄好第二天去，我第二天去看迄狮仔拢无啥精神，麻醉剂的量下了伤猛啊，搁过1礼拜。迄只狮仔就过身啦，不止啊可惜啊，即个性命就安尼过去啊！啊，不止啊可惜啊，这是台北市政府的预算啊，开10万欧元甲柏林动物园买，结果安尼。好，我今仔要讲的即个人，即个人后来吼，扣去派出所，结果去鉴定讲伊精神问题，精神问题呢，讲这法院判讲伊一定爱受专业的心理咨商。啥人甲智商，就是东门教会的蔡长老啦，蔡尚长老啊，迄个北医的迄个精神科的主任医生啊，蔡长老啦。伊讲伊就问这个人讲，你为什么跳落狮仔坑内面啊？伊讲伊就行伫边仔，向伊是信上帝的人，住中和。哦，讲伊行伫边仔，向感觉有迄个声音，讲上帝叫伊爱跳落啦。做先知啦，吼，敢若但以理共款命令，即个狮仔就静啦，吼，恬静啦，啥货啦，伊就跳落。蔡长老问伊讲，你即马咧，吼，伊有迄监视器安尼放互伊看，这是你呢？迄个人看惊一跳，讲，我即马足后悔的啦，即只狮仔因为我安尼死去，我足后悔的啦，吼。蔡长老阁问伊讲，你迄个时阵，我真是就感觉有一个声音甲我讲爱跳落啊。上帝叫我爱跳落啊！所以我伫遮甲大家提醒吼，是对上帝嘛，对人，这是一个咱会当鉴别的一个吼，毋是讲咱听到上帝的声，就安尼直一直去。伫前一章23章内面，保罗对答，结果上帝嘛对伊直接讲话，讲你伫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煞来嘛要去罗马为我做见证。伊是有听到声音无毋对，总是伫伊的环境、伊四周围，伊安尼做，伊会当利益教会、利益门徒。咱咧做代志的是，毋若是心内有听到上帝的声，若心内听到上帝的声，咱对上帝有良心以外，咱嘛要对人有良心，而且这嘛是一个，即个做见证嘛是一个印证啊，要印证啊。我以前的社青的时，嘛有一个姊妹来甲我讲，不会，最近不止啊困扰哦，有一个兄弟吼，我讲安怎？伊甲伊讲足困扰，因为因两个做伙去参加特会，敬拜嘛敬拜，哇唱歌啊！这个姊妹就讲大家做伙参加特会，大家咧敬拜嘛，敬拜，结果伊就看这个兄弟一直咧额头咧祈祷啦，向一条歌唱了，伊。姊妹就咧甲看嘛，讲你是，伊心内想讲身体敢若无爽快是无？但要甲关心活过。这个兄弟甲讲感谢主啊，目睭一擘开啊，感谢主啊！你回头看我拄则祈祷吼，感觉上帝甲我讲吼，我若是祈祷吼，目睭一擘开，看到某咪姊妹有甲我看，安尼就是一个印证，就是咱爱交往。交往毋是两个人的代志吗？那会你讲就算数，安尼大家知无？这个姊妹就困扰的啊，姊妹就困扰的啊。伊说，那安尼我是要关心讲你身体是有无爽快吼，腹肚有咧疼无？结果那会变做我要甲你交往我就甲讲啦，我讲姊妹啊，我甲你讲这上帝互人若是
姊妹足困扰，伊讲上帝有一个异象，安尼我要安怎甲回答？我感觉足歹势哦，我只是要关心伊腹肚疼无啊。我讲上帝交往是两个人的代志啊，上帝若互伊声音，安尼上帝爱互你声音啊。你爱心内感觉平安啊，所以大家爱理解毋是讲我听着无咱安尼简单啊，我安尼行去地堡，上帝讲你即间厝要互我，哇，解决大个问题啊，感谢主呢，这是抢劫啊，这毋是安尼啊，对上帝对人，常常爱存无亏负的良心嘛，毋若是对上帝对人。为什么？因为咱有限，我毋是讲上帝的声音无做成。我拄则讲啊，前一章内面，这对保罗足重要。我刷来分享，刷来我就会讲，这对保罗足重要的，这对保罗足重要。伊坚持要去罗马，伊坚持要伫该撒，要伫皇帝面前，这个案伊要上诉啊。伊坚持，伊这个坚持，结果刷来伊伫罗马殉道过身。咱时常爱想讲，这对保罗足重要，这性命相关的代志，总是对上帝对人。咱这个爱有一个印证，因为咱是有限的人啊，咱人有限呐，毋是讲安尼听到声音就求人交往安尼啦，要有印证，过来。所以啊，听到不是听到的，这种华语讲较趣味啦，听道理毋是听到就好尔啦，毋是讲听就好尔。这一个艺术家，这个想象，这个保罗伫即章内面保罗伫腓利斯面前咧讲话，这个情形，受审判的这个情形，看手佫用哭的安尼。因为腓利斯这个人就是上界明显的例啊。咱来看，伊其实知呢，伊其实知啊。腓利斯知影关系即个路的代志，即个路，这伫原文内面会当翻译做道啊，即道嘛会当讲即个道理呢。伊毋若是伊即个路，即个翻译嘛会当讲即个道，嘛会当讲即个道理啊。腓利斯毋是知影代志啊，伊佫知影即个上帝的道理，佫不止啊知呢。而且啥？伊甲伊的某土西拉是犹太人。伊即个娶即个某是犹太人，伊即个某是第二个某啦，伊娶三个某啦，后来佫娶一个啦，伊即个犹太人的某，甲伊做伙伫犹太，管理犹太即个省，因是爱听保罗论耶稣基督呢，不止爱听讲道呢，等于拢会点 YouTube 来看呢，偌骨力呢，总是保罗讲的，互伊不止啊惊。保罗讲公义，甲啥尽责，甲将来的审判。这对腓利斯来讲，伊会不止啊惊，因为伊做的代志都无公义、无尽责，因为这是第二个某，而且是共抢来。伊这第二个某啦，本地有翁，伊共抢来，历史上有写啦，伊这第二个某是共抢来。公义、尽责，搁咋？将来有审判哦，听了惊啊！听了惊，总是啥？嘛，佮一直叫伊来啊，甲伊讲论啊，听伊讲啊，为什么？伊就要伊即个经文互伊啊，咱现在会想讲就莫插伊就愈紧张。无，这就是技巧呢。背是恐怖的事啊！迄个不孝的这个官员要处人钱财拢是去放消息啦，讲你着去找啥物人来讲啊恁翁就会当转去啊，以前的以前台北市过来有一样，咱本庄的本庄的长老啊，这个徐日新啊，就是安尼，某啊查某囝一直送钱去啊，就是爱安尼爱有一个希望，敢若有希望敢若有望会当放出去所以才会骨力来送钱啦这就是伊的技巧，所以咱看这个人知影道理啊，这个知是知道道啊，知道这个道呢，知影道理，但是伊所行的，伊是要保罗甲乌西啊，
哇！所以伊知，但是伊做的拢毋是呢，佮继续要摕伊的经文啊。但是保罗伫这内面，伫足艰难的内面，伊是求圣神帮助，求圣神甲帮助。咱伫艰难的内面，伫坎坷的内面求圣神帮助，互咱会当看见，咱会当安怎对待，咱会当安怎做。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像我拄则迄个咧，我虽嘛会当一通电话敲去互头家啊，但是迄着足歹看。我甲头家讲啥讲？我拄则才是离开一时尔，伊就安尼甲我讲，伊讲的这毋是实情，安尼。我甲头家扰乱嘛，咱伫工课，咱伫办公室啊，若安尼吼，若安尼活了足痛苦的。所以我会当做的是啥？保罗会当做的是啥？保罗会当做的，保罗所做的是讲实在的情形，做尽伊的本分来做代志。总督来甲调，哦好来，你要听道理，安尼我好好甲我所信的甲你讲，这就是圣神甲帮助，知影安怎做，知影安怎做。而且伊伫头前，菲利斯嘛会惊啊，因为伊伫头前，伊有用保罗嘛甲伊的牌拍出来，伊讲我罗马公民的，你袂用凊彩甲我舞呢，吼。这嘛是上帝进前，互伊会当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遮的罗马人毋敢对伊乱来。这是上帝互伊的，伊伫适当的时机来甲这张牌拍出来。这嘛是上帝圣神的帮助。总是咱对足侪代志遥远，因为保罗搁伫该撒利亚互关2冬，咱不只爱问啊，这2冬伊若是会当出去讲道，毋是会当帮助搁较侪人吗？咱是毋是会安尼问？总是咱爱知上帝应允。原因讲啥？咱有限的人，咱毋知啦。搁来，伊上去找该撒，伊讲伊一定爱去罗马，安尼敢有较好？第26章啦，搁一场审判的即个法庭的即个场合。当地即个希律阿基帕王，佮甲总督接任菲利斯的总督，佮菲斯都 Festus， 伊即个阿基帕王甲菲斯都讲：哎呀，即个人若无有对该撒较有状，咱就通放伊啊！因为伊即马要讲伊一定爱去罗马找着皇帝，所以咱佮爱甲留咧。若是伊无安尼，伊就好走啊啦。所以咱安尼看，我毋知各位啦，我安尼看，我心内会想讲。你安尼才坚持敢好？所以我拄则讲23章内面，伊坚持的原因是啥？23章内面，上帝对伊讲啊，你爱去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伊就持守这个信仰，伊就骨力，伊就一定爱去罗马。虽望最后历史上伊是死伫罗马，伊是看到皇帝，但是教会传统讲，伊就是看到 Nero 判伊死刑，甲剁头。安尼敢有较好？我毋知啊，但是上帝知啊，上帝知啊，吼。足侪时阵毋知嘛，我嘛有诶时阵咧想啊，我是毋是着直接甲呛度啊？直接甲即个同事甲呛度，安尼较好诶，吼，甲闹好大，莫互伊安尼吼。即人哦，有诶时阵伫即个职场吼，要甲你欺负吼，迄足侪方式啊。即我嘛经历过，即颗吼。迄后来吼，看我安尼吼，静静安尼吼，拢无甲反乱吼，伊吼动作愈济呢。有一遍办公室只有阮2个人，伊雄雄对我讲 ：“Robert， 你昨敢有洗的？”我讲哈，有啊。我来感觉你臭哄哄呢，讲即种话，我倒去办公室，我问我共办公室的坐我边仔美国同事，我讲我敢会臭，伊讲你哪会问这？你哪问遮奇怪的问题啦？袂啊！我就甲伊讲这样代志。我美国同事足生气的。伊讲你，若即只边仔有人听到，你会当甲告呢？你当申诉啊，加州的这申诉啊，你这职场啊，我才想到，这就是伊熬嘛，伊就是阮2个人的事，伊讲这嘛，因为边仔若有人听到，伊就麻烦嘛，这是我的故事啦。我毋知各位，各位，我相信伫即个石头路，伫上班的过程，一定有足侪啦，我毋是咧甲大家手搓衫，毋是，
毋是啊，上班的过程啊，总是会拄着即种啊，有诶无诶嘛，吼。但是艰难中求圣神，甲咱帮助。保罗就是一个例，伊会当安尼，伊会当安尼，但是伊无，吼。上帝圣神互伊智慧，知影安怎应答，知影安怎应对，是会当伫即个，是伫上帝甲人面前有无亏负的良心。即个无亏负的良心，会当自然而然出现一个是真实的见证，边仔的人就知，就看会出来，就感受会到。足侪伫讲职场要安怎做见证，做见证，这真正足困难的。足侪时阵，哦，我不知理解哦，我分享我家己的代志，互大家知。吼，总之就是内面，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有勇气，知影安尼对待。伫保罗，伊互哭起来，伫遮尔啊艰难的环境，规个犹太公会祭司头安尼吼18练堂。带一阵啦啦队来，吼，要互总督压力，啊，即个总督佫安尼歪翘的啦，哎呀，伫即个环境内面，伊遥远有良心、正直，做真实的见证，了不起！望上帝帮助咱三家头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你充充满满来到世间，充充满满做阮的兄弟。你充充满满道成肉体，你知影阮的艰苦。主耶稣啊，阮是有限的人，伫世间，若是伫办公室、伫上班的所在、伫厝体内面，有受到委屈的、受到欺负的，伫艰难的环境内面，有的时阵足痛苦、忧苦，讲袂出来的事，主你拢知。主，阮伫遮搁一遍求你，互阮智慧，互阮勇气。上重要是，互阮知影你疼惜阮。阮袂因为遮会歹的歹待，遮会歹的人，无好的话，无好的遮会作为欺负，阮就落志。因为阮知影，阮的性命是有价值，因为你疼惜阮，你真疼惜阮。望你甲安尼疼痛放伫阮内面，望你的圣神的智慧帮助阮，互阮知影安怎应答，互阮知影安怎应对，互阮伫你面前，嘛伫人的面前，会当存一个无亏负的良心来做水的见证。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